麻烦这边等一下读经文的时候，你让他 test 一下好吗？谢谢。好。Mandy 有在台语有哦，他传给我的有哦。你先 test 好吗？有，喂 test OK 可以，好 OK 谢谢。喂，
日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还阁有一口气，阿免吗？而且咱阁会使真自由，无妨关喺厝诶。咱阁会当到上帝诶面前，上帝诶圣殿，咱会当来敬拜俄罗主，实在是真感谢俄罗咱嘛共款，要来俄罗这位上帝是听咱的主。要来感谢要来赞美，因为我们中间可能有的人台语不是很清楚，我今天大概会用双声带咱有社会朋友伫咧咱中间咱要来到底来俄罗咱的主，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讲来啊，咱来敬拜咱的主，咱来俄罗咱的主，咱的主是安怎的上帝？伊是主爱，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主，所以咱若是无惊死正我拄仔在学这句咱若是无惊死正咱就得罪着上帝咱就爱来悔改到主的面前所以咱这位上帝嘛是赦免咱的罪，这位上帝嘛是搁互咱搁一遍机会，无啥物种的罪大，甲咱的主无法度赦免的，没有什么罪是大到我们的主是没办法赦免的，没有什么困难是大到我们的主没办法解决的，无啥物困难是甲咱的主无法度解决的啦，伊一定有办法，阿免吗？感谢主，咱要唱这首歌，歌足简单的，就是来敬拜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咱请起立，真简单来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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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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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法度敲电话，无人甲咱伫地时阵，咱嘛会使唱这首歌。主啊主啊，你是拯救我的主，足简单的。咱无伴奏，咱嘛会晓唱哦，伊嘛足好记。哈利路亚，咱到底用这哈利路亚来做咱的祈祷哦，来，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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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简单来，咱要来感谢咱的主哦，上帝予咱话语搁真搁活，咱按照安尼来行，咱的一生要将最祝福，请咱到底来领受上帝应允，请。耶和华是你的百
面。主，阮感谢你，帮助阮，互阮知影，阮无死正的时阵，阮较紧来悔改。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你讲阮若认阮的罪，你要赦免阮的罪，你要除去阮一切不义。互阮搁一遍，伫个恩典内面，阮就知阮一生会当有主是阮上大的祝福。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这是上帝互咱的这份命令，嘛是咱的权柄。好，咱要斗阵来读上帝话，请。你后帝该晓我的话，因为我所处的拢是要害我，因如今埋伏地上我的脚步，亲像当要害我的性命，因要害我交换吗？上帝啊，求你受天中，保证百姓对路，无你传阮入去时，就叫阮脱离迄代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日姊妹，这世间的人世界拢讲，美国总统选举一段时间，咱台湾真危险。有危险无危险，咱唔知，嘛唔是咱会当讲的，总是咱的主伊拢知。我们的主他都知道台湾是不是正在危险当中，但是主应允我们，他要拯救，要来帮助我们，他要来保护，要来扶持我们。我们哪有举起我们的手，为这块土地，为这个社区，为国家来祷告？咱哪会无举起咱的手来守望，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城市，为着咱的社区来祈祷的，互咱知，咱除了祈祷，咱要安怎来做？咱毋是干那出一支喙尔，是咱会当起来。照主所讲的，咱就是起来。今日即个，咱请咱开喙来为咱的国家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你是万王的王王，你是我爱主的主，主啊，这块土地，主啊是你的宝藏，主啊是主你所讲的话，主啊感谢你，你400几年一个荷兰的人，主啊你就采配最死的囝儿，福音要进入这个所在，特别是台湾居民啊，这个部落这个山顶的所在，主啊感谢你，那100几年来，主你透过宣教师，互阮得到福音，主阮是你的囝儿，阮就爱来守望，为着这者来祈祷，为着阮每一个百姓来祈祷，愿主你来掌管伫阮的国家，主我感谢你。互你的名来祝福台湾，这是主你所赏赐你的宝岛，主你是台湾的主，主恳求你帮咱执政者，主互因会当行公义、好人民，存着谦卑的心，也愿意甲主你来当行。知影有一位主，这位主是疼台湾的主，主你有完全的智慧，主恳求你来怜悯、来带领、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甲这块宝岛。我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的主真正义，咱的各种的需要，咱几方面的需要，咱等下来看，总是咱先来抓主的应允哦，请。耶和华，我的祝福是应该学到的，伊甲是我的手会真正，甲是我的日头啊会上台，伊是我的主爱，我的山寨，我的源台，我的救主，我的名牌，是我所倚靠的，伊予我的百姓通好伫我的下面。恁囡仔着我当着台，就求我，我要互恁安息。今日姊妹，咱的主真正完成你这几方面，身心灵，你的婚姻家庭、甲你的产业、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人际关系，主拢完成。伊毋是关心尔，伊够大权力，会当真做你的帮助，伊真做你的主，伊来为你来做主。伊真做你的靠山，互你靠。我们的主成为你的靠山，他要帮助你。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起来。你若有需要，你会当站起来。咱穿紫色背心甲服装，会去你边仔为你来祈祷。其他的，请你若举起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嘛是你疼痛的所在，恳求上帝会怜悯临到伫你。请咱开嘴大声来主来祈祷，请起你若有
你的疾病是身躯会当臃肿，主阮灵力会当平痛，阮手所做会当得到主你遐来的带领，会当应邀上帝对人有帮助。特别是主阮出入中间，主恳求你派天军天使来保护保守阮，你咧行伫主你的平安甲喜乐内面。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等一个礼拜主日，咱要来守望来祈祷咱要来领受上帝话，请。我要保佑你的名伫我的名里，我要学乐你伫会中，因为无论啥物所在，有两三个伫我的名主席，我也伫因中间，大声讲受台的歌，合伊得着权能、富有、地位、快乐、尊贵、应当、学乐。就是咱要为着个人面做甲上帝关系咱的灵命，嘛为着教会这个教育的事工咱的感觉恳求上帝来保守带领，嘛为着今仔日是咱对社区对政府的窗口，就是咱教会所设立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咱伫礼拜了后11点半咱要来开这个会员大会甲咱要选志工队长，因为咱来透过这个志工。咱的志工中有毋是基督徒伫咱中间，总是领受上帝听。即摆有2个志工要正做，已经正做上帝囝儿。今仔日就是其中有一个志工正做上帝囝儿，今仔日又要透过伊来读圣经，上帝话来宣告，对这个社区来宣告上帝听。咱要来为着这来祈祷嘛，为着总务部后礼拜55周年会当顺利为着总务部的动工尤其咱这个管理这栋大楼甚至咱将来可能咱阁有隔壁的大楼，恳求主，互咱有智慧，主互咱有耐心，互咱知安怎，咱每一个人拢是责任，咱所行搭这栋大楼的所在，咱拢有责任来保守上帝圣地，互咱的圣地是清气的，是有次数的，因为咱的主是圣洁，是有次数的主请咱来起立，咱要来到底来为着今仔主日以及咱所领受的一切来祈祷，请咱大声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阮后面的名就进伫这个所在，主啊，这是你所定着的日子，主啊，阮要欢喜着跳来到你的面前，主，阮要来敬拜和乐你，主啊，我为着阮的灵命，主啊，阮的灵命要搁一遍讲，主啊，阮真正是阮有真济时阵，阮真正做无够，主，恳求你来帮助阮，特别伫阮生活中间，主啊，不管是伫这种大楼，阮的时间，还是阮是学会，还是阮各种所计划，愿主一切拢伫主你的手中，愿阮所做合主你心意。阮若要用主你的祈祷文，阮要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遮，地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给咱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去带阮入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万军的耶和华，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王，牵得万民来学乐。阮即阵要用诗歌来学乐称颂你，耶和华，你是阮的靠山，你是阮的伴，石盘。阮要唱，我唱哈利路亚来学乐你。我唱哈利路亚，主属我名。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求救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
远拢是上帝保护，有福气，诚做上帝囝儿。阮逐工拢无烦恼，每日拢笑眯眯，每礼拜拢真好。真正好，咱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咱是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
将伊稳定对天送落来，万事拢通来拜拜。伊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无助。伊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知这款福分是对伊受事。伊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无助。伊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知这款福分是对伊受事。阮知这款福分，阮知这款福分是对伊受事。听阮的天父上帝，你知影阮人无都用家己的困难来敲找一条永远的道路，所以你为着阮来开一条通天的道路，互阮因为耶稣上帝要拯救，阮会通成做有毋茫的人。主耶稣，你讲，你是路，是真理，是活命。你会互阮不但找到这条路，你也互真理会通入伫阮的心，叫阮得到自由，才会通领受永远的福分的生命。每一遍的礼拜，阮恳求你所赏赐的圣神来感动阮的心，互阮对主你的话领受也回应，会通成做有福气的人。阮会通煞通成做阮所接触人得到福分的原道。让阮伫你面前同心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请大家起立，咱要来唱圣诗的14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叫。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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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输的落雨，地雨打扫的花蕊，渐渐天做云落雨，天对亮美的看见，天出光满地，轻轻飘飘飘落来，地落雪，地落雪，轻轻飘飘飘落来，声输的落雪，地雨花草甲树根，穿白衫来替冬天，四面松动天地看，小路的温暖，双双喜喜小年纪，更呀呀，更呀呀，双双喜喜小年纪，下树更呀呀，美好如烟出花浪，拄着黑暗天茫茫，已经一日走落路，走落路路。啾啾啾啾，谁叫跳？地球挂，地球挂，啾啾啾啾，谁叫跳？下树地球挂。
万宽能的上帝，阮感谢你，阮要学罗你，求你，互阮全心全意来听你，互阮会当保养你奇妙的作为，求你，互阮有服侍的心，互阮拢有疼痛的心来疼人帮助人。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勇壮的身体，来自圣工，求主你，会当互阮会当来荣光你的名，阮也为着教会一个事工，求主你拢互阮一切会当顺利，有主你的引带，为着55周年的活动，拢会当感动搁较侪人来倚靠你、信靠你。求主你，互阮今早起所听的道理，拢会当去掉伫阮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活出主你的款式。阮安尼感谢基督，拢是奉靠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启永文60篇，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文念试啦吼，请会众来应。我若会晓讲人的言语，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你爱，我就亲像落灵丹。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会了解逐项的奥妙，甲逐项的知识。我若有教义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你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你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也会包容，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一声因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是暂时，讲灵语的恩赐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接落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我已经成人，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有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一声，安尼是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
无辜的人的祈祷。上主啊，请你听公道的诉求，留心听我的祈祷。我无用干杂的嘴唇祈祷，求你暗耳孔来听，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求你判我无罪。你有考验我的心，连毋时嘛监察。你用火锻炼我，无找到啥物歹。我日志要互我的喙有过失，我遵趁你所讲的话，要亲像别人的行做。我谨慎要行强迫的人的路，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捌偏离。上帝啊，我求叫你，因为你会应我，求你暗耳孔听我的祈祷，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白州人，也看我伫你实下，求你互我脱离手夹我的歹人，脱离围困我要害我性命的对敌。因太白人民的心，因的喙讲骄傲自大的话，因对着我，现在围困我，因直直想要甲我摔倒伫涂骹，因亲像狮小想要拆喙我，亲像蟒狮拜伏地长等。上主啊，求你起来对付对敌，互因屈服，用你的刀救我的性命，脱离歹人。上主啊，求你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脱离伫现世享乐的世间人。你用你的财物张弯因的巴肚，连因的囝儿嘛张甲巴巴，搁有剩通拿互因的子孙。若是我会看起你的面，因为我的行为正直。我困醒的时，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我困醒的时，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这是我的祈祷，就是你代笔伊所做的祈祷。这毋是干那一首诗而已，甚至伊就是一个伫上痛苦的中间的祈祷。这是啥物心情？伊所做出来祈祷，去主来恳求的，就是伊所服侍的扫罗，伊愿意为着扫罗来赔命。总是伫咧伊赢的时阵，人咧赢指因的时阵，会众就点名大喊，安喊啥物？扫罗大师千千。但是大笔安那？大师万万。当安尼时阵，扫罗伊心内就嫉妒，嘛惊吓，讲哇，即个大笔要抢我的王位，我的囝儿孙安那？可能拢无法度阁承接我的王位，所以伊就安那对杀扫罗大笔，大笔互伊对杀甲走无路的时阵，
伊就做即个诗，做即出即个祈祷，看起来代表伊一无所有，总是伊有听伊的主，即位主听伊，互伊一无欠缺。他一无所有，看似他一无所有，但这首诗最后他说：“我却一无所缺。我爱的只有啥物？主当我醒起来时阵，我就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咱会感觉真奇怪，本来甲我关系足好的人，咱活一个心，爱着对我无好，对我有意见，对无？咱有这个经验无？学生应该就很多，原来是好朋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青年去退休会啊，所以我们有一些青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说华语到底来讲哈，原来跟我们很要好，但是只有一句话我跟他意见不一样，然后我就被他取消什么？所有过去的好，我就去用取消所有所做的，咱捌安尼经验无？这个头家我为批命，总是干那我做一遍唔对，也是我干那一项伊叫是我做唔对，伊叫是哦，结果我无做唔对，伊就叫是我要害伊，就规个安那翻盘。兄弟姊妹，今仔日大笔透过伊的祈祷甲诗，就是要甲咱讲，免烦恼，心平安，咱的主通我互咱靠，咱有永生的愿望。有主的福气在咱中啊！我们或许一无所有，但是神应许你说，你一无所缺，你什么都不缺，你有主，你就有了一切。阿妹吗？感谢主，有了一切的人，康轩文教这个董事长他违反了什么？伊应该对中国大陆回来，伊应该居家检疫14天，总是伊安那好早起上班，搁开会，互因员工安那发现感觉安尼唔好，因安尼危害大家嘛，这个是一个破口。所以就伊向嫌疑讲你可能了白互伊安那爱罚钱嘛吼，违反这个防疫法，伊爱互罚钱，所以人就甲伊安那就开始群起哦，有形无形的言语也好，没有言语也好，就是讲这个人了白就因为伊一切所做的好，对这个公司所有10几年来的功劳拢无一个去用取消，这个叫做取消文化。本来是这个真好对人真好的，总是干一项代志，所以伊就被离职。咱拢知影这项代志，尾真侪人安那对康轩要抵制，取消对他的，甚至台东这个大学取消对伊的本来要互伊的名誉博士取消文化就是安尼。本来是一项好的事总是尾变成何解？这个伊的女职员被离职，这个女职员，伊咧好解了伊回应这项代志，伊讲我才会被有委屈的，被压迫的，拢有人会替伊来做主，这是我伫遮的困境。兄弟姊妹，你即马要困求主吗？你被压迫吗？你要向谁来困求？你要求啥物？兄弟姊妹，或者咱无啥物，啥物拢无，总是咱一切主，咱就到遐，咱就有无欠缺满足的福气。最主要，咱来强调，咱来明白，即位所有一切即个源头的上帝。咱敢真诶一无所有？代表敢咧真诶一无所有吗？或者即个时阵，伊做即个祈祷的时阵，伊是安尼感觉，伊感觉主安那敢若暂时。主的面无爱看伊，敢若主我的祈祷，恁哪会拢无甲我应？我一无所有，甚至我一无所事，我有啥物能力嘛无？即个时阵，我真正感觉主你拢无爱看我，但是主我问犹原甲你求。咱的主其实无插咱的，伊实在要插咱，是咱定定咧叫是。误解咱的主讲咱的主拢耳孔无听的哟，目睭无看的哟，拢毋知我即摆咧偌艰苦，毋是，是上帝等待伊的时候，伊要互咱搁较大的祝福，只是还袂到尔。真心实哦，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人1919一寄出去的批，到2008年才收到，迄个所在，哇，即个批，这安尼伫买偌济超过100年咧哈，伫买啊哈。兄弟姊妹。
或者你会感觉讲，是安那上帝旨意伫个我活地时阵拢无应验嘛？兄弟姊妹，上帝时间才是时间，阿免嘛？伊是祝福的主，只要咱有信心，这批拢会寄到位啊！人嘛无甲献上，这嘛是神机骑士呢吼。到2008年才收到，咱的主搁较袂安尼，咱的主互咱的应允，咱绝对收袂着。咱若收袂着，伊的第2遍、第3遍、第4遍，伊会甲你提醒。代表就是安尼，伊往即个主来求，伊感觉即个主是安那，伊会压耳孔来听，留心来听，伊会安那，伊会来判断。主，我若是有做毋好啊，主啊，恳求你来判断，我来改过。所以即个主是公义的主。伊绝对是公平公义，义就是一个标准，毋是我家己讲算数。我伫遮讲主啊，我拢无做歹，结果上帝标准伫遮，还佫差很多咧。你爱来到遮，主的祝福你毋知接袂着。所以即位是公义的主，咱来即个公义主，来恳求。或者咱会感觉咱的即个价值观，哪会甲咱的头家、咱的上司、甲咱四周的人家庭，拢无共款，要安怎？伊若毋是伫个咱即个标准啊，人因拢安尼做呢，咱哪会袂使安尼做？公义的主就是讲，咱袂使安尼做，咱来呼求主，主要正做咱的保护。所以这伊个代表伊安尼讲，主啊，我求求你啊，你着应我，主啊，你着用你的正手要来拯救我，主，你着要来保护我，因为这位主是互咱有怜悯的，伊来怜悯咱，所以咱来甲伊恳求，伊就要伸手，伊的手来保护保守咱。甚至这代表伊安那，伊伫艰苦中，伊讲主啊，我知你是安那的上帝，我即马啥物拢欠缺，我啥物拢无。主啊，特别是迄个歹人已经出手来甲我拍，已经来对立我，咱会记哩代表的故事吼，事实上是安尼哦，毋是干那故事尔。甚至即个扫罗王家要互伊死，总是代表伊毋敢对伊安怎。一个山洞，扫罗去遐呐，便所吼，便所是遮，伊的衫旗咧遐，代表咧伫个暗中，伊毋敢杀伊，伊是会使杀伊的，而且一定死的。扫罗一定有法度甲扫罗王杀死，总是伊无，伊毋敢，因为这毋是上帝意思。伊干那甲伊的衫旗啊啦，挂一个衫旗。兄弟姊妹，主无要咱打倒恶人，主家己会出手。阮上帝安那起来保护正做咱的保护。咱来念这13甲14句，咱来看代表伊安怎求好无？伊安怎互即个歹人是安怎得到安怎的造物？安尼敢好？吼，请上主啊，求你起来对付对敌，互因屈服，用你的刀救我的性命，脱离歹人。上主啊，求你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脱离伫现世享乐的世间人。你用你的财物涨满因的法度，连因的囝儿嘛涨甲满满，阁有剩通留互因的子孙。这是咧祈祷啥？伊即个歹人，竟然代表阁祈祷讲，这歹人这对敌个主啊，你来祝福伊无要紧，因为伊就是看现世尔，干那看即马尔。主啊，你用你的财物，你互伊好业，而且你互伊好业，甲伊啊那涨满呢，涨满甲拔出来，阁涨到倒位，囝儿孙拢涨满，祝福他的儿孙。是安怎讲？扫罗伊做一个王，伊上尾安那？伊连伊家己涨满，伊啥物拢有，甚至伊的囝儿孙嘛涨满。代表讲，主啊，伊若爱互伊。祝福伊的对敌，兄弟姊妹，不管是诗篇23篇，咱的主为着咱伫敌人的面前摆设啥物？恩赦。耶稣讲安那，咱的对敌，咱爱安那祝福伊。兄弟姊妹，代表安尼讲，伊若爱互伊啊，主啊，伊若爱互伊，因为我有啥物？我有将来你甲我伫地。我困醒的时阵，我知影我伫你的内面，你的同在，我就心满意足。
困醒了，毋是逐工的困，搁醒起来尔。咱来甲新约保罗，咱会看伫，伊搁安怎讲？论到迄困去的人，你毋好伤悲伤。所以，请问困去的人是啥物意思？死去啊！一般毋是基督徒，因讲死去啊。当然，伊无毋茫，总是咱咱讲咧困去啊。因为咱要搁醒起来，咱要醒起来伫天里，伫上帝国。醒起来，醒伫上帝的家，醒伫上帝的怀抱。因为主永远甲咱伫地拢无离开，只要咱受洗，将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的这位主，咱无往伊求，咱要往上求啦。是公义的，伊是怜悯的，甲咱同在的主，咱往伊求就对啊。伊袂甲你讲啊，我没办法，你等等吧，我为你祷告就好，我只能为你祷告。我们牧师最多也只能这样。咱无法度做上帝，总是咱的主安怎讲？伊甲咱同在，不管是好歹，你搁较安怎艰苦，伊拢甲你同在，伊甲你同齐受苦。这位主，伊毋是干那为你受苦尔，伊知影这受苦是对咱有办法的，伊要记咱的笑，咱甲伊长头对面的时阵，咱醒起来的时阵，主伫咱伫主的内面，主嘛要来奖赏咱。所以这位主，伊讲，这世界啊呐，有一群人咧求永生，有一群人咧求啥物？今生而已。那么，那个大卫他就说好，想要这个今生祝福的人，那给他吧，尽量给他吧。我只要那永生的赐福，我只要我睡醒的时候，主有你，我就心满意足。兄弟姊妹，咱若是有这个条件，咱敢有啥物好？钱的啊，强人毋是敢若足强的人，会抢我们的那个人，你就无咧惊啦，对无？因为咱有主啊，主是超过这。咱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咱一无所求，咱拢无欠缺，因为主啊呐，伫个即个祈祷内面，搁一遍诗人甲咱讲，咱爱来检查咱家己是毋是无死正。咱若是无死正，咱就安那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甚至我的喙啊，有当时咱拢咧看电视节目，拢咧骂政府骂咱的喙伊嘛咱的喙无得罪上帝，而且咱的标准是对倒来。伫个经文讲，是对主你喙内面讲话语，也就是口对口啊。主，你口里，我要对准你口里说的话。主，我的口不要超过你所讲的。我嘴巴所说的话，不要得罪你。我喙，甚至我喙所讲的，我拢袂得罪你，连我喙所讲的，都爱死正，互咱的生活无亏，无亏的良心，互咱无亏待，咱是基督徒，上帝的囝儿的这个积分，是一个大笔，伊甚至安尼来祈祷，讲主，你要救我，脱离迄个歹的。主啊，你真做我的帮助，互我无惊吓。虽然我啥物拢无，我啥物拢毋是，我啥物拢袂话，总是我无惊吓。我知影咱兄弟姊妹足济，尤其咱伫社区做，即个若甲60岁、70岁就开始惊，暗时困袂去，惊啥？惊啥？咱基督徒讲咱惊困去，因真正惊困去，所以拢困袂去。好对无？惊醒袂起来。总是因来甲咱的教会就无共拗，来甲咱教会透过咱的服侍，每一工拜1、拜2、拜3、拜4、拜5，拄仔咱才唱啊，规个礼拜，因拢会当无惊吓，就是因为伊来甲上帝的圣地。咱透过德福甲松达，甲9月，咱已经有29个人洗礼，而且志工，咱嘛已经有2个洗礼。今仔读圣经的纯净就是先来做咱的志工。即摆还佫有一个嘛做志工，伊也要洗礼，咱已经有2个。所以兄弟姊妹透过协会，咱毋若来参加，咱嘛会当做志工，邀请有心的福音朋友来做志工，因嘛会当担着上帝恩典。咱要来看即个影片，德福，咱要做啥？咱有健康管理，好，来 New Head Up， 咱需要做志工，
做大家拢有运动哦，咱运动就哪巧，各种换衫。咱有真优秀的老师，咱即马尽量拢是咱家己教会，咱培养咱教会的人才。连水烫嘛会使做过吼。拉米困的读卡，以色列的一个麻将，大家拢读卡，即马足真的哦。咱有真优秀的这讲师，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才调，嘛，你会当来阮来报名，会当来做真来年真好的老师来祝福遮个长辈。咱需要做这个志工，因为咱有中道灯。最厉害吼，伊也嘛会使做顾客。真是很棒哦！那边精神健康。大家拢来哦，92岁，大家都来哦。这里很充实，看医生真的还觉得现在最幸福。现在最幸福。兄弟姊妹，现在最幸福，你幸福吗？幸福，阿妹。所以把你的幸福带到这里，让更多人有更多的幸福。欢迎参加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会员。好，那我们等一下11点半，我们准时就要开始开会员，我们来投票领监事。好，那也欢迎大家参加志工，接下来我们就会志工队的选举，也请大家来参与志工队。好，那我们来看继续在这个台北的事业内面上尾，伊就讲我就心满意足，我困醒的时阵有主，我知影我伫你的内面，主啊，我就心满意足。兄弟姊妹，咱若有这个标准，咱知有主甲咱伫地，咱就心满意足。咱其他还佫求啥物？咱佫计较啥物？咱佫伫个遐不做啥物？佫伫个遐无甘愿啥物？兄弟姊妹，咱无欠亏，因为主诗篇23篇安怎讲？主耶稣是我的，我无欠亏，一项拢无欠亏，所以我会当甲我有的分享互别人，互我所有的会正做别人的祝福。兄弟姊妹，咱要来看咱教会做安家食物银行，即马上盛况，咱竟然有30几户需要这食物，请咱来看，咱对社区来做啥物？永成组长是很大的公司总经理，但是一点欠干，因为他是安家银行组组长。安家的物资就是每2个月会有一趟到新竹，他也是一个教会，那他的物资就会集中到那边。一撮无共呢，到新竹哦。
伊还阁走第二逝。请咱嘛注意看，这志工因拢差不多几岁，你变伊较济岁还是变伊较少咧？这嘛是康姐70几岁啊，咱就是搬转来就好吗？毋是，康会才要来呢。终于完成，你以为就这样吗？一一打电话到他们家里，还要送到家里。我们要送那个1919的食物包过去，你下午会在家吗？咱的温泉长老今年拄70岁，兄弟姊妹，你若还未70岁，请你一定爱来斗相共，好无？咱毋是干那送食物包，咱阁送什么？大家注意看哦。伊嘛会讨讲你为我祈祷，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送食物包，我们给他吃。我们这个先看到这里，谢谢。下面还有一个见证，但是音乐牧师卖个关子哈，请咱会当去咱的网站看，这是真真实发生在我们当中。他本来是恩友，本来伊是恩友，无所在通住，伊伫个病院拄着咱的会友。伊骹足大箍，医生甲讲，你若无倒咧，逐工拢无困，无通啊倒病，拢伫个 7-11，伫个麦当劳，你个骹袂好，你就是敢住院拢无效。所以尾仔主透过咱的协会，互伊有一个住的所在。伊安怎一工一工来经营主，对恩友到住的所在，到伊即马有通做工课，而且会当做志工来帮助更多较侪人。兄弟姊妹。咱就是要甲主来斗阵，因为咱看的毋是现今的，咱看的是未来。兄弟姊妹，因为主讲，伊看咱做无过。即句英文的谚语，就是出伫17章，讲伊要保守咱，亲像伊目中的啥物目睭灵。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我们都是神珍贵的，咱拢是上帝所听的。这句会考哦，吼，那个国中高中生哈，出自诗篇17篇哦。兄弟姊妹，有一群人，上帝也对他讲这句话，上帝嘛对伊来讲，讲我要保守你，亲像我保守我目睭的安那，目睭灵，咱要来看恩友，这个是伫个楼骹，恩友嘛咧礼拜，咱要来看这个影片。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告
是一群属于比较弱势的弟兄姐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愿意服侍他的时候，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教会的爱，感受到耶稣的爱，感受到我们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爱，让他们活得更加有尊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也愿意参与在这个服事上面，让他们更加的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恩友半年内3个人过世，其中最后一个那个见证，就是他比音乐牧师还要更严重小儿麻痹，他是他们家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当护村长老知道他有办公祭，他就去参加的时候，他的家人很惊讶一件事，原来我失踪这么久的弟弟，他竟然每一个礼拜都有去教会来敬拜神。原来上帝没有离开他，他们只有一个恳求，就是让我好死，死没有难过，没有痛苦，这3个都是完全没有痛苦。所以现在恩友他们流传一句话：我一定要来教会，因为神要赐福给我。那永生的盼望，兄弟姊妹，咱要愿意接受上帝的听无？咱愿意享受真正的福气，就是咱有永远。现在咱已经有了一切，就是咱有了主，咱拢无欠亏。请咱起立，咱要来回应上帝这首歌。主伊是听，不管伊是啥，主拢看咱做宝贝，连恩友真微微小块，主拢听个清清楚楚。因无爱有无痛苦，因要好死，因要来互因的厝的人得到安慰。因厝的人咧祈祷讲，我这个失踪的兄弟即马伫倒位？结果主这几年来，每礼拜咧祝福伊，每礼拜透过咱的同工咧服侍伊。伊原来愿伫主会听的内面，咱3个来唱这首歌。主心事阮福分，无比的福分，将你阮天对天送落来，万事拢通来拜改，伊是听。阮知主，你真正是听阮，不管阮是啥物人。主啊，你听永远无改变，主你就是甲阮伫地。阮来分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坐你的位就会使。咱3个来唱一首歌，我的生命献予你。我
请起立。我的心努力，耶稣荣难的心，我的在心里修书，万万年的罪的苦。亲爱的天父，听台主耶稣，阮爱你。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互阮今仔日阁有气力，当来遮，阁一日的活命会当来遮，来同心敬拜学罗你。嘛多谢你，为着你家己的名的缘故，你迦南教会来设立这个志工队来献上感恩。这志工队是主耶稣，你家己要来得荣光的，求你来吸引，借着志工队来吸引更较侪人来加入志工队，嘛借着阮的手来吸引人来熟悉你，来认捌你，来甲阮同敬拜主耶稣你。即时阮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财物，献互主你，诚做圣工的路用。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名。阿门。请坐。要报告的大声，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苏博伟弟兄伫咱中间，请你徛起来，请站起来，咱来欢迎。完全的助力，跟上帝赐福，请坐，请坐。第二位咱刘美姐为吉甲老李小姊妹伫后壁，徛起来，咱来欢迎者哦。其他毋知是有头一遍伫咱中央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姐，头一次来用一同敬拜弟兄姐妹无？不然无咱来看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是咱全人性命教育协会的主日，第2场的主日的聚会是由这个协会的同工来服侍完全的来录音。也邀请咱伫遮做伙来加入这个协会吼。牧师做2届理事长爱换人吼，咱2届。今仔日嘛要召开这会员大会来选这个理干事，了后也要来推选新的这个理事长出来吼。全人性命教育协会是咱教会对这个政府、对社区的一个窗仔口吼。咱看透过这个协会，通对囡仔一直到伫老年这个老大人的时间完全地来说，因为有你的参与，搁较丰富，互这个协会通做搁较侪的这个时间。咱伫今仔日的主日，嘛是为着总会所定教育时间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咱伫11月7日。咱要举行今年度上尾一遍的圣礼典，今日嘛有这姊妹讲，牧师我好啦，无我嘛想来报名洗礼吼。我讲真正吼，伊伫讲这个好，你知影是要有真大的这个精进吼，真大的考虑面对家族话也未信主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勇气。咱兄弟姊妹，你无倒的，若是要洗礼，今仔日最后今年的报名完全地来祝福。若要报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后礼拜这个所在无做礼拜无做礼拜，所以咱已经报名差不多82桌，表示有820个咱本来预备5桌即马剩3桌。如果你若讲还未报名赶紧剩3桌名，超过3桌就无去收伫后礼拜咱到伫博苑的婚宴会馆伫遐来庆祝咱教会55周年的生日。伫遐感恩礼拜，较要紧毋是伫遐食一顿尔，是透过即个餐会邀请
我知影咱有真侪兄弟姊妹邀请特定对象、亲人、朋友，甚至咱有邀请遮个师傅接受咱师父的遮个个案吼，伫遮因为欢喜，伫遮来用成有兄弟有甲因邀请吼，所以伫遮是诚做一个福音的忏悔吼，所以咱为着遮来祈祷来祝福。咱请咱家己前往吼，会场下骹拢有遮个 QR code， 也是咱中山路、国际路伫德惠街德华街128号128号，遮咱伫10点10分进前笑安尼10点10分笑就入去会场10点半要准时来开始要准时来开始。好咱有一寡遮个要安怎去的即个咱的资料拢伫楼骹公布栏请咱的同工中级也是你有服侍的，请咱伫9点进前包括要读圣经的，咱有囡仔青年妇有中年妇甲老年就即个地妇恁若服侍着请咱伫9点伫遮来到伫会场协助会通搁再排一下安尼咱长老一直中级啦尽量咱穿教种的服装，啥物种教种会知无？知啦我毋免搁讲啦其他的工作分配拢伫第6页伫第6页。咱今仔日也有遮个医疗的关怀的同工去到伫图书馆遐已经倒转来完成的所咱也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加入互你的生命搁较丰富，毋是领受福气，搁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好，即个时阵请咱70岁咱70岁以上徛起来徛起来大家拢咧笑念即个红牛仔粿哇！有没有音乐？白头毛是上帝互咱遮儿中遮的一个荣耀的冠冕爱70岁70岁有70岁咱还客你若食袂起，你会当分享，讲上帝互我食到70外稳定遐尼大你若退着就会通坐落来请坐。还有人未摕到有摕到无？有人未摕到无？我邀请咱做伙来为着遮年中遮70岁以上来祝福来祈祷慈悲上帝，你想使阮活命，毋是干那互阮会通领受即个福气。你也透过阮会通祝福阮的囝儿孙，甲要紧阮来得到即款的福气，永远的救恩。求你来帮助，互阮知影安怎有影响阮的囝儿时岁，因嘛会通甲阮同得永远的福气。赐福气，互阮遮个年中70岁以上的遮个兄弟姊妹，心身灵拢勇健，灵魂体形成。互因手所做拢会通行通顺利，直到见主的面。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来读今仔日的咱的协会协会咱伫礼拜煞了后，咱就随来召开即个会员大会，要来改选理干事解选了，才新任的
李干事咱会伫1点半伫401个教室来召开这新的一届的李干事的会议，来选出新任的理事长愿上帝来祝福。咱来做伙读做伙读今仔日的经文来读2遍读2遍金句，做伙来。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即个捌仁爱，咱也应该替兄弟献性命。约翰1书3章16节，搁一遍。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即个捌仁爱，咱也应该替兄弟献性命。约翰1书3章16节。咱做伙来起立，咱来唱祝福的诗歌。吟诗煞要来请老牧师来祝祷。困求主你援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愿意行必是听，赞我大力遵守。上帝赐福，愿主耶稣拯救的恩临到伫众人，若是愿意承认主的，愿意成做上帝囝儿的，以及恁所关心的每一个厝的人甲朋友，主耶稣上帝会听，成做咱随时的帮赞、保护，甲成做咱的快乐甲勇气。圣神甲恁三甲伫地，互恁对遮出去，到恁的厝，到恁工作的所在，到学校，到即个社区每一个所在，成做光，成做盐，因为主是光，主是光芒，要甲恁三甲伫地有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默祷。咱的礼拜到遮，愿上帝赐咱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即个时阵也要随时来召开咱的全人性命教育协会会员大会，请咱是会员的请咱留地咱真紧就会当伫遮来结束。咱为大家留今仔日的午餐，说咱免烦恼留开军。咱的协会会员协会。甲志工，等一下我们开完会，咱开会完，楼骹有为咱准备咱的午餐甲咱留请咱留步。安尼即时咱就要来开始请咱坐咧请咱坐会员请咱坐咧，咱要来开始召开
第9届第1遍的会员大会，嘛请咱的会员，你若是无法度留落来，请你一定爱伫个外口请假吼。因为咱若无够人吼，咱就无法度申会哦吼。请咱一定来留落来吼。咱即时就来开始，咱要来开始咱社团法人桃园市全人生命教育师这个协会第9届第1次会员大会我们即将开始，请我们坐下来，我们大会要开始，我们要请我们的理事长，我们的主席来致辞。我们已经会员开始了哈。兄弟吼，恁若毋是会员的，请就暂时先离开者。咱伫楼顶的游园就来后骹啦吼，游园就来后骹。人数。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真欢喜会通透过这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丰富咱家己的生命吼。圣经讲，互人比替人较有福气，所以咱透过这影片，透过咱所做的事工，祝福真侪人，会当因为这款的管道吼，因为这个管道，互人进入到教会，透过这个。